Hello，歡迎返到嚟 I Snap You 呢個 channel 啊！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由細到大呢都俾父母灌輸一個想法，就係我好蠢。因為父母話我蠢到差啲連幼稚園都要留班啊！呢句說話呢，由細講到大噶，連我嫲嫲都話我3歲之前呢以為我係啞噶，因為呢我唔多講嘢噶。如果以現今嘅說法，我仲唔係輸在起跑線嘅大贏家。大家都知道廣東話有一句係人蠢冇藥醫噶啦，大佬我蠢到冇藥醫喎，咁仲唔係輸到世界嘅盡頭？不過最近我睇到一本書叫做《心態致勝》（Mindset）， 睇完之後我覺得我人生有啲轉機喎。原來天生蠢唔代表我以後嘅人生就注定失敗噶，因為書裏邊提到，好多專家都贊同人嘅智力程度唔係完全取決於天生或者後天嘅培養，亦都唔係完全取決於基因或者環境嘅因素。人嘅發展過程中，基因同環境唔單止互相協助，而且基因係需要環境提供嘅要素先能夠適當咁樣去運用㗎。科學家發現，人嘅終身學習能力同大腦嘅發展潛力遠遠大於我哋嘅想象㗎。每個人有與生俱來嘅獨特基因，人嘅天生性格或者資源會有唔同，但係經驗、訓練同埋個人嘅努力，顯然係大幅影響後天嘅發展嘅。書裏邊提到當代一位權威嘅智力研究者，佢發現一個人能否獲得靈活嘅專長，主要嘅因素唔係佢擁有某種固定嘅能力，而係有目的咁樣去努力。所以開頭最聰明嘅人呢，未必係最後最有智慧嗰一個人嚟噶。作者提到，史上被視為最傑出嘅其中一位高爾夫球手 Ben Hogan， 童年嘅時候佢動作係唔協調噶，而且仲相當笨拙添啊！喺20世紀裏面最重要嘅一位攝影藝術家 Cindy Sherman， 佢嘅第一堂攝影課就俾人踢咗出去啦。美國嘅傑出演員之一 Geraldine Page 曾經被認為完全唔適合做演員噶，叫佢放棄呢一行噶。所以最重要嘅唔係我哋天生出嚟擁有啲乜嘢，而係我哋後天點樣去努力啊！幫我哋自己爭取到我哋想要嘅嘢，達到我哋自己嘅目標。好多人都話我冇一個富爸爸噶，冇人俾我天生嘅優厚條件，幫我贏在起跑線，所以我人生而家咁失敗，唔關我事噶。其實就只係你俾緊藉口自己咋。最近我聽到一個分享，佢講新加坡呢一個國家由一開始係點樣成立，到後期李光耀係點樣令到新加坡成為亞洲4小龍之一。原來新加坡一開始對李光耀嚟講係揸住一副非常爛嘅牌㗎，甚至乎連鄰國都嫌棄佢，唔想同佢哋結盟啊！有一條影片係李光耀遭到鄰國嫌棄放棄結盟嘅時候，佢喺傳媒面前忍唔住落淚嘅畫面啊！不過而家大家都睇到新加坡有幾成功啦，所以最重要嘅唔係當初你副牌有幾靚啊，而係你嘅決心有幾大啊！幫自己揾方法行到你嘅目的地啊！前排呢，我去見咗一份工啊，Eno嘅人行入嚟坐低自我介紹嘅時候，佢同我講佢係呢個品牌香港嘅營運總監。當時我心裏邊有啲愕然啊！我心諗我見緊呢個職位呢，其實係最普通嗰個職位嚟噶，竟然會有一個最高層嘅人入嚟 Eno 嘅。不過就同自己講，都係輕鬆心態傾偈啦，做自己就得噶啦。結果我哋好開心咁樣傾咗1個鐘頭，對方竟然喺結尾嘅時候同我講：你係我今日見過最有趣嘅 CV 啊！我喺你身上都學到嘢啊！當下我非常開心啊！我明白咗點解上天要帶我嚟呢個 interview 啊！原來佢想送呢份禮物俾我，就係令我學會欣賞我自己啊！其實會談裏邊，我只係分享咗過去咁多年我自己做過嘅嘢，大家喺度交流傾下偈。我冇諗過一個由細到大都俾人話蠢嘅我，竟然有一個咁高職位嘅人同我講呢一番說話。
我聽完之後非常開心。同時呢一個經歷都印證咗呢本書作者講嘅說話：天生嘅資質唔等於你未來注定失敗㗎，最重要係你後天嘅努力，你點樣行你自己嘅人生啊！坦白講，我嘅父母冇錯㗎，由細到大咧，我都讀書好差㗎。後來修讀攝影咧，呢一科要讀理論㗎，我連理論嗰一科我都係肥佬㗎。總之要溫書嘅嘢我都考得唔好㗎，睇數目字又有問題喎。一直以嚟我數學都唔合格㗎，直到中五重讀去到一間學校，當時嘅數學科老師係一位新老師嚟㗎，所以佢好有心機教書㗎。就係多得佢嘅教導呢，我先第一次數學合格咋，而家都仲好想多謝佢啊！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個腦呢係好遲先至開竅噶，我慢慢覺得自己個腦開始發育嘅時候呢，其實就係我自己一個去咗瑞典之後啦，因為去到嗰邊我要諗方法賺錢生活落去啊嘛，咁我咪開始開發我嘅大腦咯。書裏面嘅作者提到有兩種心態。喺定型者心態嘅世界裏邊，成功咧其實就係要證明自己聰明或者叻；而另一種成長型心態嘅人咧，其實成功只係佢哋伸延自我嘅能力嚟㗎咋。學習新嘅事物，成功其實就係發展自己咯。咁有乜嘢原因令到一個人變成唔繼續學習呢？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由出世開始都係不斷咁樣學習緊新技能㗎。就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唔識講嘢，唔識行路，我哋都係通過學習同埋練習而令到今日我哋識得講嘢同埋識得行路。咁有乜嘢原因令到一個人變成唔繼續學習呢？原來就係當我哋有意識同人開始比較，就會出現驚呢一個心態啦，而令我哋出現咗定型者心態同埋成長型心態嘅兩種人。而我哋開始有呢種覺悟呢，通常都係嚟自我哋嘅父母或者兒時嘅照顧者㗎。研究發現，擁有定型者心態嘅小朋友，為咗確保自己可以成功，佢哋認為聰明嘅人呢，應該就係會成功㗎喇。具有成長型心態嘅小朋友呢，其實佢哋淨係不斷咁樣挑戰自己，竭盡所能，令到自己變得聰明一啲，然後慢慢就行咗去成功呢個方向啦。書裏邊提到一個例子，大多數擁有定型者心態嘅小朋友，若果喺老師問問題嘅時候，佢哋唔確定個答案呢，佢哋係唔會舉手答㗎。但係擁有成長型心態嘅小朋友呢，佢哋就會舉手答問題啦，因為佢哋會知道我答錯咗，老師就會更正我，話返一個正確答案俾我知，我就有機會通過呢個過程令到自己增長知識啦。相反，固定型心態嘅小朋友，佢就會因為唔敢暴露自己嘅不足，就會錯過咗呢一個進步嘅機會啦。所以擁有成長型思維嘅小朋友，佢哋特別中意富挑戰性嘅難題㗎，因為佢哋中意思考，從而獲得進步。我都諗到其中兩個自己嘅例子喎。小學嘅時候，坐喺我前面嘅女同學，佢寫字寫得好靚㗎。我仲記得佢個名叫做李敏瑩啊，佢係一個笑容好甜美、留齊音嘅女生嚟噶。當我發現佢寫字好靚嘅時候，有一日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教我寫字啊？從此之後，好多時我都會寫咗啲字，然後俾佢睇，佢就會教我點樣寫翻靚佢。如果當年冇佢教我寫字啊，我諗我而家啲字都仲係好核突啊！另一個例子就係我初初去到澳洲讀書嘅時候，我識咗兩個台灣女生，同佢哋嘅感情比較好，成日都會同佢哋傾偈㗎。咁我都係用國語同佢哋溝通嘅，每一次都會同佢哋講，如果你發現我有講錯任何嘅字，你即刻更正我啊！如果我有任何嘢唔識講呢，我都會即刻問佢哋㗎。而家我就明白咗，如果遇到定型者心態嘅人，佢哋就會驚自己講得唔好，所以連講都唔敢講啦。咁佢哋自然就錯失咗自己可以講得更好嘅機會啦。呢兩個心態絕對影響我哋嘅人生㗎。如果唔係因為每次錯揾方法去改正，我諗啊，我之前連去 in 嗰份工嘅勇氣我都冇啊。
不過睇呢本書嘅時候，同樣令我發現自己仍然保留某部分固定型心態嘅思維。作者喺書裏邊提到，佢之前邀請咗一班老師為佢做一份問卷調查，裏邊有其中一條假設性嘅問題。嗰條問題係咁樣嘅：一個虛擬學生叫做 Jennifer， 佢嘅數學測驗呢就獲得65% 嘅成績。佢問受訪嘅老師，如果佢係你嘅學生嘅話，你會點樣看待佢啊？之後佢收到一位老師非常嬲嘅來信啊！呢位老師認為呢個題目係唔應該出現喺呢個問卷裏邊啊，因為本身呢就有科學上嘅謬誤。佢認為唔應該根據一張紙上面一個數目字去斷定呢一個學生同埋判斷呢一個人嘅表現。佢舉咗一個例子，就好似你喺張白紙上面見到一點，然後你就決定佢將會係一條點樣幅度嘅線，因為呢一點根本就無法構成一條線，單單係一點嘅話，你又點可以去顯示呢一個學生將來其實佢會係點呢？究竟佢係會進步啊，定係佢欠缺努力啊，定係有其他原因呢？正正就係呢一條問題令我反思到自己啊！最近我得到一個人嘅提醒，佢叫我唔可以第一次見到一個人嘅時候就用第一次嘅相處去斷定佢未來係咪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對方提議我最少都要俾3次機會去同人哋見面相處，再喺相處嘅細節裏邊感受呢一個人嘅個性同埋本質。加上兩個人相處其實係需要磨合噶。我唔記得咗俾時間大家去溝通、了解同埋磨合，就喺第一次認識對方之後否定對方，其實呢個就係定型者心態嘅思維啦。同樣令我諗起身邊一位朋友啊，1年前嘅時候，我同呢個朋友傾偈，我就講起如果同我單獨可以一齊去旅行嘅人呢，應該一隻手都數得晒。因為如果同對方嘅相處唔係最舒服呢，我係寧願自己一個人去旅行㗎。一班人嘅話就冇乜所謂啦，但兩個人獨處嘅話，考慮嘅嘢就比較多啦。結果我呢位朋友竟然好大膽咁喺面前問我，咁我係咪一個唔可以同你一齊去旅行嘅朋友啊？然後我答佢係啊。不過經過呢1年同呢位朋友嘅相處，我慢慢開始改變咗我呢個想法啊。因為呢1年我哋之間有好多溝通，越嚟越了解大家嘅諗法，亦都非常啱傾。而家嘅我反而覺得我可以同呢位朋友一齊去旅行喎。所以睇完呢本書幾個章節之後，令我明白，如果擁有成長型思維嘅人，其實每分每秒都隨住你嘅行為思想改變。就正如當初天生非常聰明嘅人，如果後天佢只係躺平，乜嘢都唔去學嘅話，其實最後佢都只會成為識嘢最少嗰一個人㗎。希望呢番說話可以鼓勵到同我一樣，由細到大都俾人話蠢，乜嘢都唔識，學嘢又學得慢嘅人啦。其實學得慢唔緊要㗎，最緊要係你肯學啊。A 方法學唔識，咪揾 B 方法咯。B 方法唔得，咪揾 C 方法，學到識為止咯。我之後呢會繼續分享其他我睇過嘅書，領悟到嘅嘢㗎。如果你都有興趣聽多啲唔同作者嘅分享，可以幫助你度過低潮期，或者令你諗嘢可以更加正面嘅話，記得而家訂閱我嘅 YouTube 同埋 Podcast 啦，仲可以加埋我嘅 IG， 我嘅 IG 係 ISNAPU，ISNAPU。我哋下條片再見啦，Have a nice day。